漁船需要燈塔嘅守護同埋指引，就好似香港需要國安法一樣。太好啦！今日大豐收，快啲返屋企攞啲魚俾阿嫲煲魚湯先。咦？對面黑蚊蚊嗰嚿嘢咩嚟㗎？此時嘅小香仲未知道佢即將要面臨嘅危機。就係風暴。本大爺最憎就係呢啲溫馨嘅場面㗎啦，有我喺度，咪使至於攞啲魚去煲魚湯啊！此時海上面風雨交加，落下傾盆大雨，電閃雷鳴。等我將你淋成落湯雞，你返去飲雞湯算把啦。點算啊？船艙入晒水，有冇人可以嚟救下我啊？喺小香不知所措嗰陣，突然響起一把熟悉又慈祥嘅聲音：乖孫去買扒，阿嫲嚟救你啦！燈塔阿嫲，你都76歲啦，啲磚頭都甩皮甩骨啦，你打唔贏佢噶。唉，傻女，你阿嫲我超健康，背後仲有國安2個字撐住添，睇實啦。突然一束暖光由遠方傳嚟，穿透烏雲。點解呢個光線咁暖粒粒噶？就好似陽光一樣。哎呀，我被淨化啦，我要消失啦！風暴化為細雨灑落海面，烏雲散開，陽光重現。停雨啦！多謝你啊，燈塔阿嫲。原來國安唔止係2個字，係真係可以保護我哋噶。係啊，乖孫，記住啦，呢個國安系統會24小時睇住個海，等所有漁船都可以平安返屋企飲湯。冇錯啦。國安神嘅守護係為咗令希望遠航。